台中捷运去年11月起营运，因为连结器断去，所以通车日期是一延再延。目前18台列车连结器已经全部换新，这个7次运转嘛拢正常。什么时阵会当通车咧？台中市政府讲，真有可能是伫个春天。 外界上关心的是，台中的捷运什么时阵会使恢复试营运？什么时阵正式的通车？台中市政府早起召开过年后头一摆市政会议，交通局长头一摆讲，春天这段时间有可能会使试营运。只要能够确定委员这个部分在安全上面事实上是同意的，那我想这一块我们就会启动复实的相关讨论工作。3月是一个乐观的期程。我想春天来了，应该很多事情都会顺利。 去年11月，台中捷运试营运发生车身断去的代志，负责监督的北捷公司经过改善，18台车拢总换新的车身，并且7次运转合格。台中市政府嘛进入最后的审查阶段，审查这个后续这个安全的部分是不是得到确保，该有的准备工作可以完善。 台中捷运本来打算伫去年12月19通车，时间表已经前2个多月啊，和市民真期待。不过车身断去代志，和市政府唔敢同意，议员强调讲安全无顾虑，才会使通车。